后来过来是新北市的淡江大桥，已经延前20年，经过7届的流标，今仔日总算是动工了。总统蔡英文甲新北市长侯友宜再去做伙来参加动土典礼，讲等到民国713年完工了后，淡水到北里只要15分钟。 蔡总统侯友宜、中央地方做伙合作，要替淡江桥第3标进行动土典礼。今天确实是历史性的一天，就在今天，淡江大桥的主桥段的工程，我们就要动土了。淡江大桥将会是未来我们北淡地区疏解交通、带动观光最重要的一个基础建设。 经过7次流标，淡江桥伫113年完工了后，会当疏解3成车流量。原本上班时间对淡水到八里，拄着落雨天塞车至少1点钟。起好了后，上紧15分钟到八里。接绿树快速道路会当往五股、中央河接国道1，7成要往台北市车辆就爱考。这淡北道路起点对红树林一路到北市大道路，2条完工了后，才会当替淡水帮市加分。我有很多事要跟总统报告。 更多的是需要中央的总统，期待我们下次再相会，然后让我们新北市更好。对前天开始建设离岛，互新北市淡水8年加3万人一摆大，但是是不是当达成目标，就等淡江桥、淡北道路对梦想变真实。